调查报告的申请书黑出来啦，卖个骗啦，就是有性侵你们才上场啦，不是吗？去噗噗的伫台南市教育局办公室大声写，日前电线家长指控幼儿园对家己的查某囝不当管教，园长也搁涉嫌性侵。他没有答应你要复制，科长说过了呢，过的是阅览。监视器档案只当看，袂当 copy， 伫正吵闹之外，也搁甲画面偷出来，加成一支影片伫网络流传。全部的影片都是他全部剪接的，文字也是他自己写的。我们去查看这些影片完之后，完全没有什么虐待儿童，在影片内从未出现过正性夫妻的幼童，但他却在影片的文字上加注了说我的女儿遭到园长性侵等字眼。这件事件困扰着其他幼儿园家长，除了出来澄清因仔无受到不当管教，更反过来指控这名电线家长散布家己因仔的影像，也搁甲家己的录音加成不实言论，伫家长社群内底嘛发生黑白骂人的状况。不断的一直在轰炸，然后一直放他自己制作的影片在上面，然后只要有人对他提出疑问，他一律就会谩骂，然后就说我们是网军。就光我的事情，我请他下架我的影片，他就会谩骂我是废物。教育局为9月10日开始，就接受电线家长的陈情，展开着调查。不过这个期间，伊唔那坐摆入去办公室，对局内同仁威胁骚扰，甚至拍片质疑起负家案。法令的调查、事件的调查要勿枉勿纵，而不是你说了算。啊，你不相信，那你要举证啊。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，还是要把它说清楚、讲明白。可是这个正性家长，说实在的，是完全想怎么样要变来变去。你知道对着这个案，我们同仁相当的辛苦，但是我们都还是主意的，他能举得出来，我们就去查。即马市府、校方以及其他家长徛做伙，要对电线家长提出17项告诉，嘛呼吁民众爱先了解代志的经过，莫黑白转发网络顶的不实内容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